全世界10大的那个公共艺术跟装置艺术，你们猜？挨到台湾有吗？按用阮英国还有，按用阮有啦哈，哎呀信心呐，有啦哈，好，你系竹编的技法是乱编法，乱编法，嘿，你有感觉哈？嘛该竹编有乱编吗？嘿，这乱编法意思是讲自由编。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是会客室的蒋玉凤，今日同大家介绍公共艺术、到装置艺术。今日呢，又善改通红一起来了解呢，公共艺术，一同来看一下不同的客家文化。善改通红自我介绍一下。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张碧君。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冠。先生好，大家好，我是陈良田。通红都有看过嘛？改公共艺术好有印象有吗？你宜兰的吉米公园。吉米公园，你系讲吉米街道的拖着行李走的街道的公共艺术系啊？你呢？还是看过该著名大师该雕刻雕像。著名大师太极该雕像。太极系列还都有印象系啊？你呢？内地的交通太好，图书馆抽签个钞票有用一个动态的作品。来印象无错的大家应该就是用杨英风的作品。杨英风的作品还是对啦。不过你看你看全世界10大的那个公共艺术跟装置艺术，你们猜？挨到台湾有吗？按用阮英国还有，按用阮有啦哈，哎呀信心呐，有啦哈，好，公共艺术咧挨到前10大是系呢，动动因地了，又一个木栅动物园有吗？有看过两只河马有吗？金油苗，金油苗，这是公认的全世界10大，所以我们台湾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公共艺术。好，那像这个的话，你看这是雕像，对不对？然后这是像邓宇璇的铜像。好，那像这些都其实在过去来讲，全部是公共艺术的一部分。不过，你底下拍照完美啊！网红嘛完美嘛系啦你会拍照时间，你会绕俩的哪一种拍照嘞？河马。你会河马呀？你会河马。你会河马？你会？没河马。嘿，是讲应该是问你的问题是讲，挑白全部的公共艺术纪念性。纪念性的公共的纪念性的，然后再转换成一些同趣性的，然后再来现在有一些在地连接文化不同的，就是说你去到街，你想了解的是嘛街，木栅动物园系动物，你是走了河马，你去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用在地的，譬如说你去到新加坡。你的客家文化保存去嘛？你是会做一些绕客家只有相关的公共艺术，在地性的连接，绕挑白莫买穷用，挑白系纪念性的好多，伊就按用因是长地你去到街，到此一游啦，什么？你去到了10大，你是地，你去到木栅，你是打卡。没对，是安用因。好，先生，还有乜个係客家文化嘅公共艺术吗？客家文化係我一家是有做一系列客家文化嘅公共艺术都姓做嘅新加坡客家文化保存去我是结合嘅在地嘅风景。韩国嘅背景故事做一些，我统一都介绍好啊。像呢，我用
不锈钢的咧材质，金属的材质做的个汉白的，叫做考试，那叫考试的是进京赶考，有吗？进京赶考，你也祝福他一路科举考试成功，又做成语按到一路连科啊。两百应该客家文化的作品是叫做汉旦系列，你就对汉旦系嘛改啊？一种筏哦，哎筏，嘛改筏。荷花，荷花的古称是汉旦啊。我这一系列就叫汉旦，因为呢岘港屋给有盖荷花池啊，所以我结合那个发想来作为一个客家文化。好，那下就是讲了一路连科，再用了不锈钢做了莲蓬的形状，好，莲蓬的形状，当背是有了像个莲子，好。那莲子是做在转动，这个意义是还蛮简单。你会从考试的时间，你会个转运，你只了转了莲子啊。下面了是荷叶的象征，了莲蓬啊，该按照一路连科又散扎在草地上安用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客家文化呢已经有很多几千年的历史。那莲子它是据考证，了还1万年的冰冻的这个莲子再拿出来，它还是会发芽。所以是说，他讲说客家文化的绵延，韩国呢莲子又盖多子多孙，莲蓬就是寓意着我们多子多孙安用。然后再过看一下，了葫芦了系竹编，竹编呢做法，那是讲福运连连，福如双连。你系2个莲花有冇？这莲花的做法呢，是爱到客家，那叫客家的残花技法。残花技法做咧，你系竹编的技法是乱编法。乱编法。嘿，有感觉嘛改竹编有乱编吗？嘿，这乱编法意思是讲自由编。如果这特别之处是嘛改呢？你的框也先做好。好，它通常做在乱编的时候，你的框是先绷好，你才可以在这里面去穿拱起来的形状。用的意思，有小的福如双连种了用不锈钢的荷花做的，也有残花做的。这意思就是说北部的汉音，南部的汉音，全部的汉音，不过只是看起来好像不一样铁的跟残花的从某共用，不过全部是同根生的全部是汉音。你是就是在岘港屋的荷花池，像从那网美网红是动好一个拍照从那冬天的时间没有荷花的时候，它拍起来是这样很干净的夏天的时候，它是跟这个荷花相辉映的这意思了从了早时按到杰出，了系下面了不锈钢是意思是讲莲藕的意思，莲藕的意思，东音就对荷花跟荷叶是从莲藕的哪里长出来的吗？对吗？尾巴吗？尾巴对从藕跟藕的节，藕节，荷花跟荷叶全部是藕节长出来，所以它叫节出。节出，你看该发冻酱，韩国叶子冻酱有吗？你看安酱的表现是从节出来，而且就芋泥中不染，意思就是说这些莲藕，在这个几千年这些过去的祖先讲这些客家文化，在这个淤泥底下呢，给我们养分，让我们在藕节里面这一些花和叶可以长得这么好。你有感觉到有个客家的感觉啊？有啊。然后你是荷花的木匠的工法做的，还有木匠的用锡的做法。有啥这只作品看起来有动图的普及，
你迄一派出来全部的铺皮做好，按迄讲，你迄用某个方式，然后不同无可用的铺皮，丢穷哈。爱用个不锈钢的材质做个公共艺术大部分全部都是用亚焊。选择这个，第一个是说它焊接起来的它的熔点、熔接的这个线条是很美的，抛光抛起来是可以很细的，不会像电焊一样它会火光四射。所以为什么我都有看到动到高级厨具给抽油烟机有吗？好，像个高级的抽油烟机日本进口的，该都有哈，全部是不锈钢钣金折了以后焊接，因为这个亚焊这个焊接的接线是很美，不是像电焊其实很粗的这个线条，有吗？你看个火光又很大，其实烙个亚焊的是些其实用个材料的铺，喷，材料的系数了到有吗？还算含个亚气的个进气的多少？看起的材料来个铺喷，来走，所以我们会用这样子的，通常会用亚焊去做好精细的来一些作品，全部会用不锈钢的。冻僵买的强天啦！焊接的时间，那到了乌棒枪的时间，焊枪的时间，谁在叫你，你的手都不要动。所以你就是不为所动，你亚焊你是练就心会很静，你也莫涌出来哦，你得云朵呀，请讲再用画轨挂钩把它挂起来，就是一个小型的装置艺术喽。先生，按个铁板做焊接时间的，不知道。强安尼吗？冻强买的强天啦！其实呢，我个焊接师傅我欣赏，他是在焊接方面是很专业很专业不然是动到女生会走了但是去让我讲的时间，不过重点系嘛个胆大心细，然后不为所动。焊接的时间，拿到了乌棒枪的时间，焊枪的时间，不管你碰边又买上谁在叫你，你的手都不要动。就是你尤其是焊直线的话，所以你就是不为所动。你亚焊你是练就心会很静，你只有在你一个眼睛，因为其实亚焊时间你是看了带着那个护目镜之后，你是看个铁水融成什么样的状态，你手才可以移走。其实是这样，其实是你给碰给碰的动性，你停留几秒之后，你预估它会变成铁水，然后变成融成液态的时候，你的枪就要开始走。静下心来看那个铁水在冻僵的过程是蛮长。第三个就是请问除了不锈钢以外内底还有嘛个金属的材质，或者融到个艺术的装置作品其实系动到全部是做的就我一家的作品我介绍下，我有用到锡。锡一般来讲都是铁、白铁、黑铁好多啦我用锡用半用的，因为我要读新加坡的客家文化保存去有冇？去有个荷花池，我想讲，今年的荷花池，到100年后的荷花池，客家园区，也许这荷花池冇独了嘞。我用办老了客家园区当时的一个客家文化的元素保存下来。我是想到用了锡，然后我们做了4叶的这个荷花，了全部的荷花池地的荷花其实长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干燥之后用那洗的唾膜的方法，直接注膜灌膜的方法，得到了这4页，让这个原本好像每一年夏天到秋天一直残荷的安永的荷花，留下它荷叶最美的一个传承下来，然后把它装在这一个汉代的装置艺术里面，嘟嘟又讲过，佢系客家文化嘅绵延有冇系俩偶结出来。那就荷花荷叶安酱的表现，然后汉音的俩表现，全部系从俩挑白的音留下养分，安用有冇？所以呢，这个席也是你看我又用俩不锈钢的铁片做的板筋的形状，没有用俩席做唾膜再次的讲俩汉音呢大地方冇强用，不过全部系同根生，系你爱客家文化，系安用，是表达了一下我们对客家文化的一些艺术的把它做起来的一些作品。先生，想问你平常做的作品的灵感吗？喺啲那几味道里面对艺术家个崇拜灵感的俩问题就俩的作品讲诶，你有看到俩有见无有。我的工作室度解，我逐日呢度俩呢看俩荷花池，我始终会想佢日升日落，春夏秋冬全部共用。我会用办发想一扎俩的装置艺术，绕俩的荷花走得留下来，俩系我的灵感然后让俩下恁读解过的时节，你在夏天就会讲有荷花，不过冬天的时节没有荷花的时节，今日讲有荷花，读解因为远远看过去俩丰盛的今日跟这个真的是连成一气耶。我就灵感是来自于说，我要把这样的风景留下来，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读动豆的盖客家人的庙有动豆吉祥图案有吗？有吉祥图案有动豆很特殊的4句成语呀，有嘛？总该一路连科，是系讲该吉祥话福禄双连动豆有没有？福禄寿该福禄寿喜的个代表的含义，我的灵感全部系读该来的我都看俩庙宇啦上面呢俩就是说彩绘我想到讲你用彩绘留下来。我用不锈钢的装置艺术留下来，全部是好的吉祥话绕盖残花有吗？我们刚才讲客家文化来残花，这个是它有特殊意义的。大家不要以为残花是请才走很美，给走荷花代表清廉。如果说今天那个女生带了这个荷花，她是清廉，表示很清廉。然后如果她带了蝴蝶，是表示要求福气。佢全部系出嫁的时节有吗？去嫁本人的时节，佢带了的是动有福气佢是全部有个意涵的，那是用了吉祥的话来做一些发想，安用。先生，咱想按多才多艺挑白干要学精工呢？精工其实我挑白系学管理的。管理，查清楚呢？查清楚我系工业工程与管理找个有念个国际企业，系到硕士的时间长从事了工作艺术工作的时间，我是才念视觉传达硕士，视觉传达设计的硕士。不过我都有讲过，是大家呢。主细时间美术课是有个艺术的涵养，你就全部系艺术家，不是上岸多，全部做得做艺术的创作，安样嘅。喺线上，根本你来看到动到你做嘅精彩嘅作品，唔止根本你咱用其
去甲做这款啊，做着东西安尼。哦，做得啦因为其实我讲你全部系艺术家，经验是实践一些艺术家。我爱看下，你都会做乜介好呢？经验爱都做俩会好啊，做俩云呢好啊。做得好。等下你是走得来创作一下咯。好，在云端漫步的感觉咯。好。然后我是用客家的染布呢，来做一个我们的装置艺术。你看布安用是好像就是可以当手帕听听，不过配上那对金属不同的框架之后，你看呢又买个效果，好啊。好，碧君先看看。好，你也莫。涌出来哦，你看云朵呀，你扎起来，哦，做得啦。这个可能要往上，这个没有这样。好，完美。完美。看我毛两个。蛋改做的装置艺术，做好吗？试看咯。你拿起来看。有啊，你看。金奖。金奖哈。你细时间有想过，天上的云啊，你是想动到不同的形状有吗？你系运用蓝染的不同的技法，做出来嘅布了解。框架做起来之后，你也想讲，一下子云是这样子的，一下子云又变成这样子，跟冇同样意思。就地板呢，不用该灯泡，用土不下呢，还是说户外庭园，是一扎、两扎、三扎，用动扎，真讲啊，你就地咧云系用办做的吗？不锈钢刚才有讲说，用讲钣金，这种系用镭射切割，镭射切割，镭射切割了后，你看咧亚焊呢，就系讲绕电焊冇共用，细挑剔在亚焊呢，然后做出来的立体框架，再用画轨挂钩把它挂起来，就是一个小型的装置艺术咯。今年你作品呢，你就想。本机买名么？因为有蓝色嘅，佮有白色、黑色嘅地方，故所来上来老爷的作品很多蓝天白云。真好哦！你我都想就3朵小云，我都想讲都用了用一节名就3朵小云。3朵小云，看到一个云啊，如果想到要做公共艺术作品的一种梦想我比较想的是，其实你自己的天空、你的梦想，都可以借由你自己的手创作出来。我想过按到天空之梦，好啊，好。今日介绍的俩公共艺术用俩蓝染老不锈钢。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创意呢，来创作俩公共艺术。你们系做艺术家哦，好，希望大家。